恳请大王将月公主许配给黄歇为妻吧。这两情相悦，倒也是佳话。女士，殷公主，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？高堂台给舒公主送少司命大祭的礼服。听说那大祭的礼服华丽无比，10几个绣娘忙活了小半年才做出来，可否让我看看？女士不会是因为狄公主的礼服，别人连看都不能看吧？好漂亮啊！这是微后特意让织房中最好的织女用金线和翠羽编织数月而成的，上面还镶了那么多上好的珍珠。为了少司命大祭之舞，实在过于奢华了。因少司命是庇护我大楚妇孺，使大楚人丁兴旺的神奇。为了大祭，无论多么奢华，都是对神灵的敬意。更何况，大祭历来是由身份高贵的女子作为主祭。今年微后有意让舒公主在大祭之日领跳少司命祭舞，这礼服当然是要好上加好了。那大祭之舞的伴歌领唱，该是太子恒吧？原先微后属意太子恒，但南后说不好，南后看中的人，微后又说不妥。这不，屈子出面，刚刚定下了公子歇。黄歇？正是，公子歇是屈子的爱徒，九歌又是屈子之作，选择公子歇也算是度身定造。原来是黄歇。我等有要务在身，殷公主请自便。听说这次大祭，秦王和郢都的许多贵公子们都要来。舒公主若穿上这件礼服，领跳少司命祭舞，不知道要让多少公子王侯神魂颠倒、辗转反侧呢？这话说得太早了。你怎么知道，那日穿上这件礼服的，就一定是舒公主？大王已经应允了姐姐的婚事，妹妹为姐姐高兴。舒儿远嫁，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妹妹。无论姐姐在哪儿，妹妹的心都与姐姐在一起。按照祖制，我出嫁时是要有姐妹宗族作为陪嫁，和我一同去的。姐姐，你想让我做你的应试，跟你一同去秦国？你一定不愿意，对吧？对，我不去。也确实委屈了你。哪个女人不想嫁给自己心仪的男人，不想成为正室？我娘亲就是应妾。我从小到大，听到别人嘲笑讥讽我最多的，就是我娘亲的卑贱。我绝不让自己成为应妾，让我的儿女受到欺辱。姐姐知道我的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更何况，我与子歇早有盟誓。可是母后对你一直耿耿于怀，上次月华台下毒之事也草草了结，并未追查真凶。我担心你留下来，害你的人是不会罢休的。此事我也惶惑。惶惑何人害你？惶惑他为何一定要害我？那你知道是何人所为？我只是猜测。姐姐对我如此之好，我真的情愿不是她。你确定？十有八九。其实根本用不着她动手，她仅仅示意就够了。
这可怎么是好？姐姐可知，芈月的娘亲和抚养芈月的举姬，曾与威后结下嫌隙，对此，姐姐也应当有所耳闻。可这是上辈人的恩怨，与你有何干系？上辈人，你恨他，恨我娘亲。说恨，伤你的心；说不恨，伤我的心。可她毕竟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是你的母后。看在我们姐妹情分上，原谅她吧。当心当心，规避碧帛以示鬼神，千万要摆放整齐。是，这个放上面，那这件呢？这个放正面。是。供奉的六兽和酒水都摆放在那边。祭司少司命，国之大事，天神在上，非凡柴不足以达之。哎，一定要让人悉心照看这燔祭时的烟气啊！来来来，动动，快一点！黄公子，黄公子，月儿，舒公主，嘿嘿，傻笑什么呀你？月儿今日格外好看。步裙金钗，寻常打扮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会儿舒姐姐换上祭舞礼服，那才叫一个好看呢。妹妹步裙金钗，在黄公子眼中都有这般姿色。你若能穿上祭舞礼服，那不美若天仙了。姐姐，何时你也学得如此油嘴滑舌？姐姐的话是认真的。上回祭祀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若是月儿主跳祭舞，黄公子吟唱作伴，那你们才是郎才女貌呢。多谢舒公主成全。全是轻薄口舌，不与你们说了。哎，月儿，其实他心里是有你的。皇歇只是想讨个今日的彩头，祭舞之后，恳求大王把月儿许配给我，望少司命庇佑，天遂人愿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这壶中便是公主要的北域雪梨酒。这公主答应的酬劳，这是宫中最好的羊脂玉，你等平日是见不到的。公主也别小看了奴婢，这酒也是稀罕物，性寒烈，夏日里少饮可解暑，多饮却会腹痛，千万不可贪杯啊！好了好了，本公主知道了。你见到舒公主今日要穿的那件祭祀舞舞服了吗？见到了，美的无与伦比。姐姐，刚才你与子歇说了些什么？不告诉你。你若不告诉我，那以后我也不告诉你了。你不告诉我什么？你想知道的事情啊。你不告诉我算了。天好热呀，珍珠，去给我和月儿倒些凉茶来。是。舒妹妹，可是口渴啊？
我这里有一壶玉露琼浆，据说饮用后可让人冰肌玉骨，有脱神成仙之态。既然妹妹将在祭祀大典上主跳少司命祭舞，何不多饮2杯，也可助兴。姐姐，平日里你就不胜酒力，这酒还是不喝的好，免得误事。既然姐姐有这等好东西，妹妹怎能不喝呢？给我尝尝。真是甘甜如蜜，清凉入骨啊！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们可不能跟我抢啊！再来一杯。姐姐，少司命祭舞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等还不快去更衣？可不是，时辰不早了，再不更衣来不及了。走吧，我们一起更衣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舒妹妹，不知怎的，我这肚子有些绞痛。快坐下，姐姐，我给你揉揉。怎搞的？莫不是中了暑热，或者岔了气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疼一阵一阵的，怕是一时半刻好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舒公主还要领跳少司命祭舞，身体不适，这可怎好啊？是啊，献舞少司命，万人瞩目，千万耽误不得。女士要早做打算啊。若是舒公主不能领跳，那只好临时更替啊。眼下能顶替舒公主的只有……女士说的有理，能顶替舒儿献舞的就是月公主了。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跳。月儿，舒公主这话当真？私下里，月儿曾帮我许多次，她其实跳得比我还好。你真的和舒公主一起练过？我是练过，但我不行，月儿，我不能跳。舒妹妹此言不妥。祭祀少司命是何等大事，芈月从未接受过女师指点，草率献舞，亵渎神灵。献舞少司命，讲的是一个诚字。有些人心里不干净，即便献舞，少司命也不高兴。既然舒公主力荐，那就试一试。你现在就跳给我看，你若真的能跳，那就是少司命选中了你，你命里该有的逃不掉。今日由少司命判定的事最妥不过。女师，芈月向来忤逆，微后若知晓此事，定不会答应。这女师已经说了，此事由少司命判定，即便日后母后怪罪下来，舒儿自会分辨，女师不必多虑。月儿，月儿，皇爷在等你，别辜负了他。大王到！秦王到！秦王请，楚王请。坐。秦王请，楚王请。微后请。
秦王，那少司命的祭舞就要开始了。今日歌乐鼓舞，同鸣相照，以屈子的九歌祭祀少司命，极光凤羽，别具匠心。秦王可知道今日祭祀之舞领舞之人是谁？是谁？正是寡人的贤妹舒公主。舒公主领舞，好。早闻楚国歌舞美轮美奂，本王今日应楚王之邀，能一睹其真颜，也是大幸。那秦王果然是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。韦后好眼力，舒公主未来的郎君一定是万里挑一的。夫人自有细眉。难怪婴儿盯着黄歇不肯放手。凭他那身负异禀、玉树临风的模样，我都想多望两眼。孙何以喜愁苦？像婴儿这样情窦初开的小女子，自然是把持不住。韦后说的是，在婢子看来，咱们楚国的少年才俊，一点不比那些诸国的王侯们差呢。难怪世人都说咱们大楚人杰地灵，世间人才大王揽尽。这恰恰显示了我们大楚国的胸怀。先王们征战纳降小国，那些亡国的王子王孙们到了楚国，哪个不是在这里好好享受着荣华富贵？满堂喜美人，虎毒郁郁西牧城。舒儿，刚刚还在。这后宫姐妹真是人才济济。往日光闻舒公主武技卓越，今日才知这月公主真是更胜一筹。大王，您说呢？啊，是不错，的确跳得不错，婀娜多姿，宛若仙子。楚离子啊，先前不是说今日祭祀之舞是舒公主的舞吗？或许舒公主身体不适，无论如何，总该是有缘由的。
倏儿来兮，忽而逝。细苏兮地角，君谁许？特丽丝，你月这个丫头，平日里看起来男孩子似的豪爽，今日呢，恍惚换了一个人。寡女月可能。臣弟刚才见她在台上与黄歇眉目传情，真是姻缘天赐，一双璧人。金玉之声，天籁之美，本王今日果然大开眼界。今日是舒公主与秦王的定亲之日，载歌载舞，正应了大吉大利之兆，请。禀报大王，公子歇求见。带他过来。是。公子歇为何求见？秦王大约不知，这是我大楚的风俗。少司命是楚国幸运之神，掌管婚配、子嗣、祸福。往年给少司命献歌献舞的金童玉女，都可以来向本王讨个赏赐。哦，黄歇拜见大王。黄歇，今日祭祀大典，你等轻歌妙舞，令少司命欢颜。寡人要好好的赏赐于你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大吉之日，子歇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是心里有一个愿望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大王之妹月公主，温婉贤淑，冰清玉洁。黄歇攀龙附凤，爱慕已久，恳请大王将月公主许配给黄歇为妻吧。这两情相悦，倒也是佳话。是啊，楚王两妹同嫁，喜上加喜呀。对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才子配佳人公子嘛。你身为太子伴读，屈子之高徒，该知道这儿女婚姻讲究的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你父母若健在，该由你父母指派媒人上门提亲；父母若不在，该由你们族长出面，这才合礼法。母后之言甚是。黄歇，月公主毕竟是寡人的贤妹，此等大事，寡人要于微后和你皇族族长商榷之后才好决断。黄歇回去即刻请本族族长前来提亲，多谢大王微后成全。今日少司命献舞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舒儿喝了殷姐姐拿来的酒，肚子绞痛，实在是应付不了，才求月妹妹上台顶替的。米音在我眼皮底下弄鬼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若不贪杯，怎会闹到如此无法收场？舒儿知错了。即便如此，少司命献舞是宫中地位高贵之女子献舞，哪轮得上芈月抛头露面？母后仁慈，月妹妹与黄公子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两人天造地设。舒儿也是想顺水推舟，成人之美。我和你王兄想借着少司命的吉祥，庆贺你与秦王定亲之喜。你倒好，让芈月踩着你上位，丢尽了我的颜面。母后息怒，要怪就怪舒儿吧，千万不要责罚月妹妹啊！责罚她？不，这一次我是和你一样，去尽力成全她。寡人看母后今日的精气神儿比往常好些。
舒儿的婚事虽然周折，但也总算定下了。淑妹的婚事定了，寡人也轻松了许多。照寡人看来，既然不能与五国交好，与秦国联姻是最好的选择。两个大国强上加强，这也省去了与那些个小国打交道的繁琐和啰嗦。虽说舒儿出嫁要到来年春天，但嫁妆也要开始慢慢筹划起来，免得到时候慌手慌脚的。母后说的是，寡人已经命内在整理方府内库，列出清单，被母后挑选。方府是宫中藏宝库，固然重要，但我想也得让平府准备个书目。这平府是宫中的藏书库，不知母后想要多少藏书给淑儿陪嫁呢？当然是越多越好。秦国荒蛮，淑儿远嫁秦国，有几卷书陪伴，也不至于太无聊。好，那母后放心，寡人尽力去办就是。母后也真是想得开，自己的宝贝女儿偷偷与别人相好了，这口气说咽就咽下了。寡人已经答应了秦王的婚事，母后即便心里不愿意也是无法了。或许寡人把淑妹的嫁妆筹划得更加丰厚些，母后能开心。母后打算给米叔什么陪嫁？珠宝玉器、藏书、整套的器乐，还有妓人和幽人。整套乐器？那是大套还是小套？若是大套，那就包括64件青铜编钟，24件青玉编磬，加上大鼓、小鼓、琴瑟、鱼箫、巫都、箜篌等，那就得200-300件。还有那奏乐、歌舞的妓人、幽人，那也得好几百人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？这怎么能说过分呢？淑儿是母后的心头肉，多些陪送是应当的。我楚国又不是拿不出来。永香丽那里统计出要陪送多少人了吗？景昭两家各出1名族女为应妾，每个人最少有10多个侍从侍女。至于淑儿的陪嫁陪官，加上女官及家眷，还有奴仆600人，兵丁1000人，侍女600人，内侍300人，再加上奴隶3000人，还有那妓人和幽人，这样算下来，总数怕是过6000人了。亏得余志有限，否则母后还不得把楚国1半的人口都送过去？寡人只有这么一个王妹，楚国也只有这么一个嫡公主，自然排场要大一些。还有4000个送嫁的兵丁，把淑妹送到了边境就回来。这么算起来，那得1万多人。送亲的场面，再气派不过了吧？只是淑妹这一走，母后想再见她一面，怕是就难了。我看母后不仅想保舒公主亲生尊贵无比，还想保她的儿女生生世世用之不尽。哼！我看就你这张小嘴刁蛮。过来，看寡人怎么教训你。大卫，你真坏！张子随寡人离开楚国，下一次回来，不知何年何月了。张仪愿与大王相约，倘若下次再回郢都，定是兵临城下。好。叶儿，姐姐，你这个人啊，都回到自己房间了，能不能歇一会儿啊？自小忙碌惯了，你让我老闲着，弄得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。好歹你也是个公主，能不能学着使唤别人啊？从小到大没使唤过，还真不会呢。那将来你要嫁人了，要那些下人丫头干什么？谁说我要嫁人了？还嘴硬。前2日是哪位公子在祭祀少司命大典上向月妹妹求婚的？好啊，师姐姐，你舒公主、月公主，公子歇在殿外求见。果真灵验，说谁谁就到了，快让他进来。是。舒公主、月公主，
哪来那么多客套？近几日你好像清瘦了不少。又犯傻气。珍珠，快去烹茶。是。你来找我有何事？怎么一早就过来了？是威后召我来高堂台的。皇族族长已经向大王提了亲，大王也有了允婚的意思。我猜想，威后定是叫我来说赐婚的事。真的？所以我马上来告诉你一声。这下可好了，以后有公子歇照顾妹妹，我这也放心了。舒公主的嫁妆单还有2大车呢，微后不用着急，慢慢看，以免伤了眼睛。等再过几日，我把这些嫁妆单看完了，你拿给舒儿看看。如果他还有什么中意的，再一一添上。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，等舒儿出嫁后，你和我也好好歇息一下。奴婢未见之人，怎么敢说辛苦？微后，公子歇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他来做什么？是我让他来的。我刚刚想好了一盘棋，下好了可以一发双冠。皇歇拜见威后。免礼。皇歇，你长大成人了，你可知道你还在孩童时，我就在你们族长的怀抱里见过你。那时我看你古貌淑清，我就断定你将来必有相陀之才。威后过誉了。如今你的文才武略已经快赶上你的师傅屈原屈夫子了，可见我看人一向很准。春秋时，鲁国的叔公武公也说过，子贡贤于孔子，而子贡说，若是拿宫墙来做比喻，我的宫墙只有尖头一般高，别人过来都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切，而孔夫子的宫墙有数仞之高，若不得其门而入，便看不到里面宏伟的宗庙和华美的宫殿。子歇与屈夫子正合此喻。年轻人难得如此不矜不发。皇歇，你可知我今日让你来是为何事？子歇猜测，不应仅仅是家常闲话。是家常，但不是闲话。君子正心修身，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公子歇乃是楚国栋梁之才，如今也到了成家的年纪。子歇已为此事焦虑数日。那日祭祀大典，子歇已向大王提及亲事，望大王和威后开洪天之恩，成全子歇。你何苦那么惶恐？你父母早亡，男大当婚，我和大王自会为你做主。谢威后。按理说，你向公主提亲，须行6礼，那纳采问名就算了，但纳吉一定要做的。子歇的父母早已过世，可求我皇族族长代为纳吉。我已经把他的生辰八字给了你们皇族族长。昨日皇族族长把大祭司问卜于庙的结果告诉了我。大祭司在神寺求问神灵，求问祖先。祖先说，你们这桩婚事应是吉兆。太祖明堂必有子歇。既然如此，那接下来就要纳征请亲了。这些事你也应该跟你们族长尽早商议才好。子歇回去马上就办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迎亲啊？如无大碍，越快越好。年轻人就是急脾气。新嫁娘和舒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私交甚好。我在想，可以让宫里把她的嫁妆和舒儿的一起办。舒儿出嫁前乱则乱，但不会耽误你迎娶。2桩婚事赶在一起，也让我热闹热闹。另外，我让大王赐你金华台，你可以在那里成亲。全凭威后安排。威后说了，让你和舒公主一同出嫁，还让大王把金华台赐给你我成亲呢。
听起来样样都好，只是微后何时变得这样善心了？怕是大王已经允婚，干脆做个顺水人情罢了。少司命庇佑，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。哟，这不是皇公子吗？殷公主，听说大王已经给你赐婚了，燕儿正要去给皇公子道喜呢。谢殷公主好意，成亲之时，我和月儿一定会请你去喝喜酒的。哼，用不着客气。喜酒呢，燕儿当然是要喝的，而且会和皇公子一起喝。他言语古怪，这是何意？不要理他。走。哎，子谢，季伯，前2日大祭司把你和公主的八字做了纳吉，你猜怎么着？看年柱，你们是天合地合，你们的八字二神相生，互为喜用，一桩大好姻缘呐！劳累季伯了，子歇事后自有重谢。哎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这6礼之后啊，我们就要考虑给公主纳征了。仪礼试婚礼上对纳征是有规制的。虽说楚王不在乎咱们那点钱财，但那上好的玉璧、虎皮、鹿皮那是一定要有的啊。那是。还有锦帛，20匹够了吧？就20匹。接下来我们还要赶紧的禀于有司，告于乡老，好好操办这件事。不对，这八字不对，季伯，公主的生辰八字有误。怎么会？这是宫里送来的，字字金玉，板上钉钉，不会有错的。月公主是癸未年生人，而这上面是壬午年生人，日子时辰都不对。什么月公主？你手里拿的是殷公主的八字，你可不要乱讲啊！殷公主？哪个殷公主？季伯，我要娶的是月公主，芈月。哎呦，威后让大王赐婚的可是殷公主，不是什么月公主。你当着威后的面可是答应了这桩婚事的。哎，公子，不要拦我！我要见威后！我要见威后！公子，不能进去！我要见威后！王公子，这是高堂台，是你想闯就闯的吗？戴帽，我要见威后。威后身体不适，不见人。有件事我要见威后问个明白。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，回去吧。威后身为后宫之母，你要给皇歇和月公主一个交代。这人真是疯了，把他赶出去。我要见威后。公子，走吧。威后，我要见你。威后，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我来了。威后心里清清楚楚，皇歇倾心于月公主，可却言语含糊，偷天换日，这是为什么？打一开始，大王和我给你赐婚的就是殷公主，至于那芈月，是你自己一厢情愿，与我无关。我和月公主两情相悦，我向大王求婚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，我非月公主不娶，月公主非我不嫁。威后仁慈，切莫毁了子歇的姻缘。你的意思是，芈月背着大王和我，早与你私定终身？这是王室之辱，大逆不道。威后误解，皇歇和芈月的婚事，大王早已应许，为何又突然变卦？王室之婚从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殷公主贤淑貌美，嫁与你是你的福气。子歇不想高攀，实难从命。你跟芈殷的婚事已是覆水难收，不要啰嗦，回去好好操办吧。威后，走吧，我累了。威后万万不可！威后身为后宫之母，怎可以个人好恶和一己私欲毁了别人的良缘呢？
不要以为你是太子伴读便可胡言乱语。后宫是我的后宫，规矩是我定的。把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给我赶出高堂台！魏后，魏后，魏后万万不可！魏后，魏后！英儿这丫头真是瞎了眼了，怎么看中这么一个油盐不进的呆子，惹我生气。这呆子再不识趣，也拗不过大王跟威后。等成了亲，有殷公主管教着，他脑袋瓜子会慢慢活泛起来的。英儿这丫头，我早就看透了，做事心狠手辣，我对她不得不留个心眼儿。既然她非要跟这呆子绑在一起，那我就成全她，让她自作自受。一想到芈月会为此痛不欲生，我就觉得这桩婚事我非促成不可。上回你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有些人活着比死了更煎熬。芈月命大，上次中毒不肯死，那就让她好好的活着，让她知道活在我手心里的滋味。可那黄公子不肯罢休，是得想个法子把那书呆子看紧，免得他再生出事端来。妹妹，别太难过了。公主，威后那边要您去商讨一下陪嫁单子上的东西，让母后自己定夺吧。那些珠宝玉器的单子，威后已经勾画好了，但平府的那些书籍……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可是威后……母后再催你，你就说出嫁秦国，淑公主嫁妆一样不要。是。姐姐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公子歇与你落到这样的结果，母后难就其责。威后不会放过我的，这在我的意料之中。若是这样，公子歇的婚事落空，我出嫁秦国，谁还能顾你周全？我已经想不到那么远了。大王赐婚芈嫣，公子歇会改变主意吗？不会，这正是我担心的。他若拒绝赐婚，罪名就是违抗君命，大王会对他治罪的。公子歇娶你不成，抗命不成，那你们该如何是好啊？无路可走。都怪姐姐，那日祭祀少司命献舞，姐姐半真半假的肚子疼，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和黄公子珠联璧合，谁料却弄巧成拙，反而让母后更加记恨于你。眼下还有什么办法是姐姐能帮你的？姐姐若愿意帮我，就找个万全的地方，让我再见子歇一次。好，姐姐来想办法。多谢姐姐。大王赐500卷书简给淑公主做嫁妆，内载列出的书目给威后和淑公主过目后却不甚合意，所以淑公主才要我陪着过来，亲自挑选。月公主说的是，根据楚国之历来规矩，给公主做陪嫁的这些书简不能是孤本，只能是抄录本。不然的话，公主这一陪嫁过去，咱楚国不是少了一些典籍吗？只是我这平府里的书卷已经多年没有得到整理了，好多个书卷都只剩孤本，抄录的副本它就不够齐全。你说这临时要找这么多的抄录本，哪儿去找啊？为何无人整理啊？若是没有朝中大臣主事分派编修，布置世子抄录整理，小臣那些个粗俗不堪的杂役，怎么敢去动这些典籍呀？好了好了，带我周围看看吧。是，请。快去吧。
子歇，子歇，月儿，子歇，我好怕，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也怕。在这宫里，魏后一手遮天，我真的怕她再伤害你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顶多以死抗婚。你我均不为死，奈何以死拒之？鱼死网破，只怕正好合了有些人的心思。我想，魏后尽管赐婚，但她困不住你的手脚。你可以逃婚，可以跑。对呀，既然眼下楚国宫中佞臣当道，我不如干脆藏之隐身，跟你一起跑。可是这宫里重重铁壁，魏后的耳目把我看得很紧。我就算能逃出宫，咱俩结伴相行，只怕连郢都的城门都没有出去，就要被他们抓回来了。可不会一点机会都没有吧？机会总会有的，让我想想。这几日，我都会以帮舒姐姐整理出嫁书籍为名到平府来，你我可以在这里碰头。好。假如我真的和子歇走了，你们怎么办啊？只要你们能走，不用顾及我们。可你们打算怎样走？姐姐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也是男子汉了。只有分头走，才不会引人瞩目。只是还没有详尽的打算。这可行不通。你一个女儿家，路上何人照顾？出了意外怎么办？分头走，彼此如何联系？到哪儿聚头？更不要说你是个公主，魏后只手遮天，她可以用任何名目在楚国上下搜捕你，这样风险太大了。姑姑说的有道理，但事已至此，哪有不担风险的办法？最好是不要惊动魏后，能名正言顺地离开这儿。名正言顺？只怕很难。你们要抓紧时间誊写啊！是。哟，见过月公主。舒公主听说世子们正夜以继日整理抄录典籍，让我过来看看。啊，月公主请看，这是刚刚整理完毕的吴国史册。这些呢？哦，这是越国史册，正在整理抄写之中。凡是作为舒公主陪嫁书籍，要让人先着手去做。那是自然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孙子兵法。孙子兵法啊，这是一套比较完整的孙子兵法。当年孙武在吴国练兵，铸就了这套兵法，由吴王阖闾收藏于宫中。后来孙武离开了吴国，便有一些断简残篇，流传到世上。但这套完整的兵法呢，一直存在吴王的宫里。后来越王勾践灭了吴国，那么这套兵书也就藏于越国，直到先王灭越，才将这套完整的兵书收藏于我楚国的宫中。既然如此珍贵，为何扔在此处无人问津？是啊，当年先王在的时候，是想找人来整理这套兵书，可是没过多长时间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先王就驾崩了。大王继位的这些年，一直无人问起这套兵书。幸好
舒公主的陪嫁书中没有这条兵书，要不然又得要多少人来誊写，忙手忙脚的，那也来不及呀。兵者，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以武士，教之以纪，而索其情。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教，五曰法。太子，敢问黄公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子杰正打算陪太子去平府查些典籍。大王有旨，公子歇与殷公主大婚在即，威后特赐金华台给公子成婚，所以请公子即刻进入金华台，以安心料理婚事，闲人不得入内打扰。请吧。慢着，公子是我的陪读，此事我要去与父王商榷。太子，威后要小的传话，说是公子歇的事与太子没有干系，还是不要趟着浑水好，安心在南巡殿读书吧。公子，太子，无妨。请吧，公子。快去告诉芈月。是。月公主，月公主，月公主，皇公子被威后以筹备大婚为名，已经关进金华台了。关进金华台？包括太子在内，没有大王和威后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那这竹简和编绳破旧成这个样子，姐姐却把它当宝贝一般。这是《孙子兵法》，天下孤本，看起来不起眼，却是真正的宝贝。兵之行，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滞留，夫兵行向水。水之行，必高而趋下。这哪句连着哪句啊？蓉儿念的不对吧？应当是夫兵行向水，水之行，必高而趋下。兵之行，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滞留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水因地而滞留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对呀，说得好。什么说得好？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子歇被关进金华台，该是暂时性命无恙，但说明威后仍不肯对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放松。这几日我一直在想“名正言顺”这4个字。舒姐姐曾提议要我做她的应试，陪嫁去秦国，我没有答应。现在想来，只要能离开楚国，那便是海阔天空了。对呀，不如先假意赞同，让舒公主去睡转魏后那边。魏后若肯放手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楚国，你和黄公子就有了逃脱的希望。只是这筹划要不要告诉舒公主？还是先瞒她一阵为好，少一个人知道，少一份风险。更何况，万一事情败露，我和子歇是死活都豁出去了，但绝不能连累了舒姐姐。妹妹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好妹妹，这下可好了，姐姐这7上8下的心也算是掉到井底。我知道你一直为你娘亲的身份所困扰，但是你想想，你我毕竟与他人不同，即便你跟我随应，我绝非会把你看成卑贱女子，你我依旧是好姐妹。将来你的儿女就是秦国的公子公主，血统尊贵，一生无忧。姐姐，此刻我就是想离开这儿。什么血统尊贵，一生无忧，我已经顾不上了。
不管怎样，你想通了就好。我会去母后处向她挑明此事的。什么？你要芈月做你的陪嫁？你是真的糊涂懵懂，还是故意来惹恼我？母后既然愿意倾其后宫珍宝送舒儿出嫁，为何一提芈月二字就断然回绝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芈月从小与舒儿一起长大，只有她最知道舒儿喜怒哀乐。秦国路途遥遥，若有芈月，也能减少舒儿的思乡之痛。正是因为我疼你，楚国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说个不字，但只有芈月，我不能撒手。芈月与黄公子婚事未成，楚宫内外早已议论。既然母后不想让她在楚宫出嫁，那就让她陪我去秦国，也可免了是非与众人的猜疑。不管外人说什么，我主意已定。难道母后一心想让她死在宫中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别人说三道四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这般不知好歹啊？舒公主错怪了微后，微后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公主好。既然是为了舒儿，那就帮舒儿解开心头之谜。从小只知道母后慈爱，对待宫中其他公子公主也恩威并重，宽严有度，为何只有对待芈月如此的刻毒刁难？芈月的娘亲与母后的嫌隙，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了。她的娘亲去世，再大的怨恨也该烟消云散。难道连恩怨也要母债子还吗？事情并非像公主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好吧，既然你非要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这么做是有缘由的。芈月尚未出生，执掌司天台的太史令堂妹就预言，芈月是霸星出世，4府变6甲乱，当主天下大变。芈月她从小心机和作为就异于常人，如果真应了堂妹的话，首先受害的便是我的骨肉。所以不管她在哪里，我的眼睛都大大的睁着盯着她，免得她兴妖作怪。她再一日，我就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你还要带她走？你太不知道轻重厉害了。母后，所谓堂妹的预言，从一开始就荒诞无稽，母后却偏偏自寻烦恼。芈月从小孤苦伶仃，母后更应该可怜她，年幼丧母，无人疼爱，对她格外开恩才是。却因为10几年前某人的胡言乱语，疑神疑鬼，捕影拿风，这是何苦？我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你，如此苦口婆心，你还执迷不悟，你想气死我呀！舒儿原本还猜疑玉儿到底犯下了多大的过错，听了母后一番话，却更觉得她无辜了。舒儿心意已定，若母后不准，我就去向大王评理，望母后顾及母女情面，不要再阻止舒儿带玉儿去秦国了。今日我陪舒公主去看嫁妆，那些珍珠宝贝差点把我的眼睛晃瞎了。你呀，真没见识。去年我在微后那儿伺候的时候，跟着带毛姑姑去过一趟方府。你知道方府吗？当然知道，那是宫里头专门藏宝贝的地方。我在那儿看到不少好东西呢。你知道吗？听说这回大王赐给每个陪嫁应试不少好东西呢。他怎么没去领啊？看书看傻了呗。自从微后给皇公子和殷公主赐婚之后，他就心灰意冷，胭脂水粉一概不沾，除了看书还是看书。用不上的东西，给咱们俩。月儿，姐姐来了。我经过你的屋子，看到里面还有光亮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呀？我想再看一会儿书。不就是一部兵书吗？女儿家又不带兵打仗，看它做什么？反正心里头闷着，正好拿它解烦。
上次月花台中毒，你的身子一直没有好利落，当心再倒下。知道了。那我先去睡了。好，你也早点歇息吧。姑姑，何事？我是云梦台的魁姑，听说过些日子皇公子和殷公主就要大婚了，我们做奴婢的没什么好送的，做了些喜饼表表心意。啊，交给我吧。那就有劳了。公子，这是云梦台的姑姑送来的喜饼，放着吧。灵儿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青玉羽裳。哦，这琉璃珠虽不如随侯珠，但也相差不远。这蜻蜓眼，据说是从极西之地来的。这一套玉佩是用上等的玉石做的。这些啊，都是微后指定宫里头给的嫁妆。你看看这颜色，这犀角杯和这一套八组带钩，分别是用金银铜铁、西域流错8种制材做成。这些啊，都是大王赐的。这赤玉珠串。还有这一套金饰，共有12件，这些都是娘亲留给我的。公主出嫁，这些嫁妆多风光啊！哼，看起来跟狄公主没什么两样。哼，狄公主有什么好呀？狄公主要远嫁，要嫁到那狗都不拉屎的地方去，这辈子想回楚国，跟登天那么难。比起来，我宁可不当狄公主。公主说的也是。恕公主这次走了，还不知道哪日才能再见到。那月公主就更可怜了，娘亲早死，又不为微后所喜，只怕是连个送她的人都没有呢。说的也是啊，跟她娘亲一个命，都是给人当陪嫁硬士，没人送。哼。那本公主只好去送一送了。哎呀，月儿姐姐，哎呦，你也真是的，宫里给每个应试都配了婢子和下人一起带到秦国去，你怎么一个也不要啊？月儿不会使唤人，姐姐若喜欢，留下自己用。不说别的，眼下若是有人照应你，这些针线活哪要你亲自操持？这是给蓉儿做的衣裳，蓉儿长大了，少年公子翩翩风度，
衣裳总要多备几件的。我这当姐姐的做的，无论好坏，总是当姐姐的留给她的一片心意。那要是到了秦国怎么办？我是王后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总不能这些事情还要你亲自动手。就算你肯，我还不肯呢。秦国后宫那些不知根底的人，还不知怎么笑话我们。后宫里的人都是这样攀高踩低的，想想真是没趣。公主，殷公主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哟，你们都在呢。我还说呢，这舒妹妹要出嫁了，不知道得多忙啊。且不说陪嫁中的那些摆设、器具、书籍、珠宝首饰、乐器药材，光那4季的衣裳就得有好几车吧。秦国啊，那地方冬天特别的冷，舒妹妹得把银鼠皮和灰鼠皮的大袄多拿上2件，免得受冻。我的嫁妆由母后定夺，殷姐姐还是多操心自己的事吧。可不是，我那儿也乱成一锅粥了。说起来，我比妹妹还有早出嫁1个时辰呢。这是皇族族长和威后根据大祭司问卜神庙的结果定下的吉时。这不，陪嫁的单子也有了，光金银玉石、玛瑙沉香的手串、手镯子就有好几大盘子，再加上项圈、耳环、凤钗什么的，一样样的看过来，看得我头直疼。其实啊，我也不在乎那些东西。子歇的父母过世早，家里头的事情都是由他们族长做主。皇家在楚国虽然没有过去的花团锦簇，但排场仍旧得撑着。我的嫁妆带过去，还不都是便宜了别人？殷姐姐若没别的事，忙你自己的去吧。没关系，我也是出来散散心的。灵儿，在，帮着珍珠给我碰壶茶去。是。如今啊，我才真的相信，人是天生有命的。像妹妹你，就是荣华富贵，要当一国之后的命。像我呢，就是相夫教子，若夫君能加官进爵，我也就跟着享福的命。可也有的人啊，生下来就是贱，再张狂，也只能跟他娘亲一样，给人当个陪嫁硬使。你说，这老天怎么那么公平啊？珊瑚，你进来。我记得前段日子给舒公主做过不少香丸，你把她找来，用香炉把这里好好熏一熏。是。月妹妹，要不你我一起去园子里走走吧？这屋子里的污秽之气实在是太重了。哎呦，可不是，快走。走，走。母后，母后找我。舒儿来了，快坐到母后身边来。母后方才在想什么？想母后年轻时出嫁的情形。母后当年出嫁的时候，一定是美人儿。女儿家出嫁，衣衫光鲜，满心希冀，哪个不是美人儿？母后当年和你此时是一个样子，半点不知日后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苦楚。舒儿感激母后养育之恩。舒儿即将远嫁秦国，那里不似楚国，没有母后和大王为你遮风挡雨，万事都要靠你自己。有些话我不得不叮嘱你。这几日我特别派人去查了一下秦王后宫的情形，你知道吗？秦王之前娶的王后是魏国公主，
随王后一起嫁入后宫的，还有她的亲妹妹魏延和她的一个族妹。王后无子嗣，魏延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华托付给王后抚养。这位公子华现在在众人眼中已是准太子。去年春天，前王后病逝，魏延已经升为夫人位分，大权在握。我担心你宅心仁厚，到了秦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母后放心，秦王已经答应舒儿，要庇护舒儿一辈子。有秦王庇护固然是好，可是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更何况枕边人的话是靠不住的。母后，好了，眼下多说无用，终有一日你会明白母后的苦心。蓉儿再有2、3年就可以分封领地，无论好坏都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和葵姑。小冉，我原本打算把小冉留下的，但郑伯身体欠佳，已无力抚养小冉。我想，我还是把小冉带走吧。姐姐，此去秦国路途遥远，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危险。小冉弟弟的事，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小冉不能进宫，可跟着你是公主陪嫁，又多有不便。我想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这个了，让小冉跟着我。不可能，我们都知道，小冉不可能进宫的。但我可以出宫，小冉跟着我，我跟着你。裴家应氏都有随从侍女，我随你一同离开楚国，既可以一路照顾你，又可以照顾小冉。那蓉儿怎么办呢？姐姐，别再把我当小孩子，葵姑这法子我赞成。我眼下虽不能为你和弟弟争一块天地，但绝不要你和葵姑再为我操心。再说云梦台里还有其他姑姑，不怕没人照应。蓉儿的确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只是葵姑为我们姐弟已经辛苦了半辈子。我原本打算让葵姑跟着你去养老的，若是跟了我，难免前景险恶，凶吉难卜。不用多说了，跟你走，无论是吃苦还是享福，姑姑都情愿。玳瑁，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和你的情分早已超越了主仆，所以我心里有个打算，一直不忍跟你说。微后要是这么想，就把婢子当外人了。舒儿要出嫁，我心里总是不大放心。她过于天真，心性纯良，要远嫁那虎狼之妻，我担心她不是那些后宫之人的对手。微后是打算找个心腹跟着舒公主去秦国，好助她一臂之力。正是。微后既有此意，玳瑁在所不辞。你真的愿意去？玳瑁从小入宫跟随微后，家人受尽微后恩典与责，婢子的性命都是微后的，只要微后肯放心，婢子一定竭尽全力保舒公主在秦宫平安。有你同去，我在楚宫也能睡几日安稳觉了。其实让你去，我是一举两得。我已经对那贱人做了安排，万一他没死在路上，到了秦国，说不定哪日他会成为舒儿的克星，到那时就要靠你见机行事了。婢子明白。殷公主，时辰到了，殷公主请。殷公主，
义伯，怎么不见黄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